好，見到人哋個個開咁大支，咁啊到我開啦，第一包咁嘅出咩呢？喂，係林峰嘅，係嘅，林峰係啦。之後第二包取到乜？又係林峰嘅，究竟會唔會包林峰呢？好，第三包，好一行開李斯陳國邦嘅，係啦。好，第唔知幾多包，唔記得咗。開嚟睇下，喂，旋血正 ，OK。之後就係咩呢？開，喂，又係林峰嘅，三張林峰啦。咁而家呢包係咩呢？又係林峰啊，第二個樣嘅林峰啊，跟住之後再開，喂，角線嚟嘅，正嘅 ，OK。之後係抽到咩？紅天明正 ，OK。我想捉古天樂啊，又係角線嚟，最後一盒究竟會唔會捉到古天樂呢？仆街特別版，好，之後就有抽到咁多嚟噶啦，同埋一堆咁嘅咁大支啦，食到你嘔血啊！